又爆炸，又起火。10月18號，一班由杭州蕭山國際機場起飛，前往首爾仁川嘅中國國際航空班機之上，又再發生一宗行動電源嘅起火意外。雖然飛機原本仲剩30分鐘就可以去到仁川，但最終都係需要備降上海。好在最後火勢冇進一步蔓延，亦都冇導致人命傷亡。其實早喺大半年之前啦，唔同嘅航空公司就已經因為韓國嘅嚴重燒機意外而推出新嘅規定，包括上機嘅流動電池必須要隨身攜帶，唔可以擺上行李架上面。但係翻查資料，國航呢就冇類似規定，只係要旅客喺航程當中唔可以攞出電源使用。至於中國內地對電池3C 認證嘅規定呢，目前就只適用於中國境內飛行嘅航班，所以今次起火燃燒嘅電池究竟有冇3C 認證，就暫時未知嘅。但如果各位帶流動電源上機嘅話，為咗全機人嘅安全，都係盡量將電池隨身攜帶，以免因為行李架嘅外力對電池造成破壞，繼而